3月28日，工商銀行舉行2024年業績發佈會。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，2024年工商銀行總資產達到48.82萬億元，較年初增長9.2%。客戶存款34.84萬億元，較上年末增長3.9%。各項貸款28.37萬億元，較上年末增長8.8%。2024年工商銀行實現淨利潤3669.46億元，同比增長0.5%。截至2024年末，工商銀行不良貸款率1.34%，較上年末下降0.02個百分點。撥備覆蓋率214.91%，較上年末上升0.94個百分點。風險抵禦能力持續增強。報告期內，工商銀行連續12年位居全球銀行1000強榜首，連續9年蟬聯全球最具價值銀行品牌榜首。穩健發展能力陀螺評價連續4年位列全國性商業銀行首位。